好多人一聽到高血糖，第一個反應就係咪要完全戒晒澱粉質，戒到好嚴？但其實有啲食物唔係靠少，而係靠食物本身嘅機制，幫你令血糖升得慢、升得穩。先講第一類苦瓜，苦瓜入面有啲成分喺研究入面被形容為類似植物胰島素。意思唔係佢真係變成胰島素，而係可以幫身體提高對胰島素嘅反應，令肌肉同埋脂肪細胞更容易吸收血液入面嘅糖，同時減少肝臟自己再製造葡萄糖。第二類秋葵、黑木耳呢啲黏黏滑滑嘅食物，佢哋最大嘅作用唔係降糖，而係拖慢糖入血嘅速度。水溶性纖維同埋黏液多糖會喺腸道形成一層膠狀物，令你餐後嘅血糖唔會一下子衝到好高，而係平穩上升。第三類山藥，山藥其實係有澱粉質嘅，但係佢入面嘅黏液蛋白同埋纖維可以減慢澱粉質被消化同埋吸收。重點唔係額外加一大份山藥，而係用山藥去取代部分嘅白飯同埋麵條，先至有穩定血糖嘅效果。第四類芹菜、西蘭花、椰菜花呢啲高纖嘅蔬菜，佢哋唔係直接降血糖，而係靠高纖低熱量增加飽足感，令你自然食少啲精製澱粉，對長期血糖同埋血脂管理都好重要。總結一句，呢啲蔬菜唔係藥物，但係佢哋透過幾個方法幫你延緩吸收、改善代謝同埋減少血糖同埋血脂嘅波動。我係 Joyce， 如果你關心血糖、膽固醇，又想用飲食慢慢調整，你可以 follow 我，等你需要嘅時候，呢度會有理性做得到嘅方向。